继续来看，这是若被整合破局了后，侯友宜甲郭文哲第一届出现伫个同一个场合。这是前一天的暗时，台湾工商企业联合会暗会，郭文哲带着副手吴欣盈做伙去。吴欣盈致辞的时阵，特别讲理事长柯显盈是伊的阿舅。半点钟后，侯友宜嘛到位。吴欣盈的阿舅是揪着侯友宜的手发动选。所以柯显盈到底是支持侯友宜，也则是支持郭文哲的？伊讲爱个观察。柯文哲、吴欣盈共选，柯文哲、吴欣盈共选。前一天暗时啊，郭文哲带副手吴欣盈同齐出席台湾工商企业联合会活动，这对吴欣盈来讲，就亲像回来厝同款。非常非常的开心 ，because it's like coming home again。这个组织30年前是我外公许生发创办的，与其他的企业家。那同时之前的理事长嘛是我阿姑哈许显龙，so 拢是家己人。看起来亲像是来到引导主场，不过这场活动除了邀请郭文哲，无请侯友宜出席，等于人自从拿袂分手，就头一摆共场无共台。侯友宜共选，侯友宜共选。看侯友宜手的查甫人，就是投资者吴欣盈亲身小介阿姑，前理事长柯显盈，那带头发动选，嘛来讲出家己的心声。我们非常高兴，他又出来选中华民国总统候选人呢，在选举第一次出来呢，来到我们本会，我们希望他高票当选。好。柯显盈虽然安尼表态，不过伫咧接受北面媒体专访的时，佮讲爱佮观察。不离个这几天，真侪民调公司数据显示，侯康配支持度千个情权有开含郭欣配之差。日本学者就分析，那边还是强烈风台顶级的了动，城中选民关注。这时阵大提升是真正常，观察到12月过，热度小退民调才会较准。绝对是短暂的一个现象。越接近选举，那选民越会回到一个理性判断的基准。立委候选人跟总统候选人，我们都是一致往前，要在1月13号之前，让所有民众信任我们。南亚数开大增加，要一困啊落到大小配，那变形可能爱需要搁一摆进推。Hello， 我是冯维之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